Hello，大家好，我係 James。咁上次我哋 AE 教學嘅呢個找出好股票系列咧，就教咗大家點樣用一個毛利率呢個好基本嘅財務報表嘅概念咧，去揾一隻好股票出嚟。咁今次咧，我哋就係講深一層啦，就係講一講點樣用營運成本呢樣嘢去揾一隻好股票出嚟。深咗些少，就係唔使擔心，都係一啲好基本、好簡單嘅概念嚟嘅啫。嗱，上次我哋有講過啦，毛利咧其實就係收入減去呢個銷售成本。咁要睇一間公司究竟係佢個主要經營範疇賺唔賺到錢咧，其實要減多一個成本嘅。呢個成本咧就係營運成本。所以咧，一間公司嘅經營利潤咧，其實要毛利要再減去一個營運成本。英文咧就係 operating expenses，咁有一個簡稱咧就係 OPEX。嗱，上次我哋有講過啦，銷售成本咧係一個直接嘅成本嚟嘅，即係你哋賣得越多，你個毛利越多，你個直接成本咧亦都越多。但係營運成本咧，其實係一個非直接嘅成本嚟嘅。咁點為之非直接咧？營運成本咧，其實就包括咗三個大類嘅。第一個咧就英文俗稱嘅 SG&A 啦，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呢啲咧就係講緊呢一啲銷售員嘅一啲人工啦，你出去做一啲 marketing 廣告嘅支出啦，你租間鋪嚟賣嘢，咁賣個鋪租有幾多啦，水電有幾多啦，呢啲全部都包括包括喺營運成本入邊嘅。咁仲有咧就係攤銷同埋折舊，英文咧就係 amortization 同埋 depreciation，咁就係講緊有形同埋冇形嘅資產嘅佢個折舊咗之後嘅減值。另外咧，仲有啲其他類別嘅，即係所有同呢個主要經營範疇相關嘅支出，包括咗一啲 one-off 嘅盈利，或者 one-off 嘅 loss，或者一啲 asset 嘅 write-off 咁樣嘅。咁營運成本有乜嘢特點咧？因為我哋頭先講過，佢係一個非直接嘅成本嚟噶嘛。咁即係話咧，佢就唔會因為個生意收入嘅增加而即刻增加咗嘅。當然啦，如果生意做大咗，你由租一間鋪變咗租兩間、三間鋪。咁遲啲呢個營運成本先會增加，但係唔會即刻增加嘅，唔會好似銷售成本咁樣即刻增加嘅。同樣地，佢都唔會因為咧冇生意收入咧而減少咗嘅，或者免除咗嘅。即係好簡單，你開間鋪，你就去賣嘢，你一件都賣唔到出去，個鋪租一樣都要收你嘅。所以咧，一間公司能唔能夠賺錢咧，其實就要再睇毛利去減去呢個營運成本之後咧，仲剩唔剩得多？咁如果我哋用營運成本去睇股票作為一個工具去睇股票嘅話咧，個運用方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用營運成本除翻個毛利。咁呢個比率咧就越低越好啦，就唔係好似毛利率咁樣越高越好㗎。嗱，同樣地，我哋都係要睇呢個營運成本除翻毛利呢個比率嘅持續性同埋穩定性嘅。假設我哋有一間公司啦，咁呢間公司咧係一間喺身處於呢個高度競爭嘅一個行業之中，但係佢自己本身咧冇乜競爭嘅優勢嘅喎，咁樣咧佢就必須要使更多嘅錢，先至有同人哋相同嘅業績。即係點解咧？可能佢要喺好旺嘅區租一間鋪啦，咁佢鋪租會增加咗啦。咁可能佢喺紅隧口去買一個幾百尺嘅廣告板咧，咁佢個marketing 嗰個支出又增加咗啦。先至可以達到同人哋相同嘅業績。所以如果係呢啲公司嘅話咧，咁佢個營運成本除翻毛利嗰個比率咧就會特別高噶啦。咁呢啲公司咧，大家就特別要小心啲啦。同樣地，我哋延續翻上次嗰個例子啦，用汽車製造行業做一個例子。嗱，上次我哋就講過5年毛利率嘅比較啦，咁就發覺咗原來2333長城汽車呢間公司個毛利率咧係穩定上升，同埋喺全行之中最高嘅。咁今次咧，我哋就用經營成本對毛利個比，即係話用經營成本除翻個毛利，睇下個比率究竟邊個低啲啦。咁大家記得㗎嘛？呢個比率係要越低越好㗎嘛。同樣地都係呢幾間汽車公司啦。咁我哋見到咧一樣嘅，都係2333長城汽車呢間公司，由09年去到13年咧，咁佢基本上除咗09年之外，所有其餘嘅年份咧，佢個經營成本佔毛利嗰個比例咧都係好細嘅啫。另外咧有兩間大家要留意下㗎啦，咁就係489同埋1114呢兩間公司。咁喺2013年咧，佢哋自己嘅經營成本咧已經佔咗毛利嘅140去到150%，即係話咧
佢哋經營成本都仲要多過毛利一半嘅。咁呢啲咧，同埋如果睇翻嗰個趨勢嘅話咧，佢係不斷上升緊嘅，即係經營成本對毛利嗰個比。咁呢啲公司咧，大家就特別要小心啲啦。同樣咧，我哋睇翻個股價嘅一個反應啦。咁長城汽車2333，咁佢毛利率係最高嘅，咁佢個經營成本佔毛利嗰個比咧，又係最低嘅。咁自然而然就另外解釋咗點解呢一間公司可以喺5年之中升咗45倍啦。咁今次我哋分享係咁多，下次咧都會教一啲簡短嘅一啲財務報表方面嘅小知識。好，我哋下次再傾，拜拜。